夜深了，快来睡吧。谁来了？谁来啊？九妹啊，莲子给熬好了没？熬好了。啊，媳妇还没有过来，烧都烧了，岂不要凉了啊？那不烧些倒好，岂不要烫了你媳妇吗？凉了，岂不要冰歪媳妇吗？哎呀的，凉了嘛这女呀。姐姐真想着知道，可怎么总不见媳妇就这样体贴姐姐呢？你媳妇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，她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？姐姐你呀，忘了，娘主子，看你这个书呆子，刚才叫你恩人，怎么一下你就忘了？娘子稍等，小生来了。王君亲征2年以上，记得过苏举子，自古原谅。唐大子当今人，功名于王，幸福女归阴皮，一心心再去说吧，凉了去下去不好。多谢娘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做针子。让我看看。凉了，快去吧。不去我看，我就不去。是一双密码字。我在做的。你想，我还会替别人做嘛事吗？你替我做了许多嘛事，又做它何用啊？你深夜用功，两腿受了问题，需要密码舞台才好呢。娘子如此体贴，小生没此难吧？不要这样噻。九妹，你等一等。言有深趣，娘子，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。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多报，在等来年上君应试，实得高祖，定及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。王郎，你至今这样日夜用功，这为的是荣华富贵吗？是啊，常言道得好，这言长夏无人闻，一举人民天下知。一旦中了上药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这万位王王啊！我忘了对你长夏无人闻，莫忘了寺门外一片山安宁，愿王郎抬高飞，无为
你去睡吧。就依娘子。黑人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师，一道十分高明，明白你就去看一看吧。不依娘子。你弟弟呢？刚从地府到里面去了。啊，我去叫他。我们这位贵人师姐呀，这师弟夫简直弄糊涂了。你想，今天是我们这姐妹结拜的日子，他把忘得滚滚净净。我对他说了，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人了。你看他2年来为了一个碗筷，得罪了多少客人。他好容易摘下来的一点东西，也为碗筷花完了。他呀，就是想当状元夫人。师妹真是个警钟。什么警钟？他竟是欠了碗筷的。好啊，你们又在这里别骂我了啊！哎呦，状元夫人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不是我们服侍，是你呀，贵人都忘子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都忘了。哎呀，我们等到3更天，你也不来，真的忘记了。你们提醒我，我岂不就是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能让状元夫人娶你？当然我们来了。你这丫头，不是你吗？师妹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小姐，这把好像是抓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塞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师妹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，要快找找吧。好了好了，不用找了。你们看，在这里。哎呀，你的这个都送去碗筷了。哎，当心在碗筷变形，把它送给别人。碗筷不过少了几个人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他？好好好。当年他们与你不随结牢，只要我拿好心待人，神总会拿好心待我的。师妹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们话也是难听，可都是好意。我们这姐妹自从结拜以来，只剩下了3个人，彼此还能不关心吗？想当时多么热闹，现在有什么人听？你有的地府本事了，不当我们见面。叫做怎么能不怨你哟？一件的事真不忍的。大弟弟同娘去，此间一生，把妹妹丧了命，王夫长妹，把妹妹回家。
四妹，你同小姐讲什么啊？没有说什么，怎么一会儿你就不放心了？不是的，我怕他推人不放肆，这要信你，不就行了吗？谁在分享呢？真的，这你就放心了吧？啊，我去看一看，谁来啊？沈家不理我们走吧。姐，沈家要走了，亲你的，你媳妇刚才让你，好，那我们走了，不送你们了。你呀，万幸私送我们。姐，你不行了啊？这样子。在这里休息会，该老奴些去陪嘛。忘了，娘子万无言。忘了，来此也是黑人了。想令我结为夫妇，是黑人也做的媒分。我不理我一同进去，向人的民国侍女。娘子说的也是。与王魁结为夫妇4年，把受监牢，生死无法，永不变心。他为此呀，当人苦海。小生王魁与桂英结成夫妇，列至不边及走去，他为此呀，永在刀上。忘了，见中了。虽然生大，只是有无刘金娘子立业年文，小生岂为丢了？如此甚好，少爷，马衣备好。来忙去我老妻分。
管家，请你一路之上好好侍儿少爷。老奴遵命。少夫人，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，老奴永不忘记。娘子，我要走了。王郎一路小心，为妻在家，三儿嫁衣。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。你回去吧。王郎，你一路珍重。娘子在家也要小心了。姐夫去远了，看不见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树林昨日了，王郎在苦心陪定他远回去吧。要是少夫人得知少爷高官得中，就在喜欢边上，少爷就该夸奖少夫人进京才是。我也有此意。启禀常员公，李大人到。有请。常员公承迎。李大人，常员公请。常员公，贺喜常员公，喜从何来？老丞相有一千金，十分艳美。老丞相又有常员公这位进京之好，不知常员公意下是如？
孟爱老丞相见爱十分关切，此时岳孙家中也有糟糠之气，怎么亲自难以哟？请问张月公，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？这个是让人家出生的了。这无妨，多送些银两，叫他的年穷度日，也就是了。有道是糟糠之气不下堂啊！张月公不去糟糠，真是难得。这是张月公气色，原是新上人家之女，这怕是笑话。这是二人相爱在之名，张月公做了老人相的东道夸许，竟然显人无了。此次李翁请问用有甚三思？三思而何应？张月公告辞，告辞，告辞奉送，告辞，告辞。这个李老爷的差人对我一家，这李老爷是喜欢相夫姊妹来的。那少爷，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？我是有此章，不用你问。少爷呀，知道你下去。启禀张月公，上哪人破夫？请问他是本府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不必就是我有听。常月公，听啊！张月公，下官少来拜儿，请张月公施罪。有真正功劳有赐家的。张月公，是在刘蒙两会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，言道张月公不起糟糠，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。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，只是老丞相放得张月公的妻子乃是莱阳名库阳的野花女子，此事倘在被人知晓，张月公的脸面何成啊？老丞相实在是为张月公苦心，故而们命下官再来提亲，张月公可万无推嫁的了。他们自此相爱是何是好啊？见我曾梦相依初见，月梦见辜负来，魂去三落命苦熬，他原是思乡门的严得的好穷才，我与他为难，相逢成匹配，定去再去不应该。
要真相配，不是谁相负。从今就再让青云乘风吹。常月公，意下是何？夫人相遇哎，有深珍贵太子，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，是何是好啊？常月公，这牛水菜不是最好的品物吗？这牛水菜么？原来知见之问，才以它为品，这届常月公先见是牛，情从是山啊。区区一问，望不见效。此时待下官禀明我老丞相，接着前来迎接常月公，妻子相扶，一别为婚。不是见空告辞。不说告辞。想不到我王奎一家儿子，竟做了天子的门生，这样的爬去，也亏飞王人大，旁生百里，好不可惜呀！心中所欲也是牛，王奎听着梦伤心。作为我为他梦的苦日子，从今日就在路上忙把牛带上担心呀。启禀常月公，莱阳家事到啊。下属人无人，苏先下在卡店之中，是店自动送来的，小人已当发他去了。下去。是。贵因被击，王郎千彩。还有小事一桩。上个神姑金秀香在郎得以真说啊，谁知叫谁有贵客，是只诚意得惜他。看着小事，贵因道外一往情深。哎，大丈夫处事岂能反复不察？事到至今，我已顾不得你了。不免待我修饰一封，我送把银200两，以报你2年恩爱。
为妻与你媳妇在意。舅妹啊，拿东西来啊。好啥呀？但愿你他居平安，度天上，一山一宽不逆行，宽大于苦家。空难才让分，父亲对梦来喜亲人，千真万真无心。少爷中了草药，你老奴报喜来了。想不到叫归阴，夜雨倾倒，有书信一封。是的。王爷家送银子200两，请夫人收下。银子就没收下。老管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真好。可是少爷今日差你来的？正是少爷，您老奴迎接夫人觐见。许老你了。啊，菲菲，你快去预备酒菜，今晚的我姐妹喜上一喜。老管家一路辛苦的，我先去吧。菲菲，你快点行吧，我们都想尽情的喜信你。哎，上元公去上元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呢？算了，我们去吧。老管家去洗洗吧。姐姐，不要去问妈妈不可，看她还要骂，这是穷弟的气嘛。妹妹不可自持。阿舅妹，你快去正在营上，明着一扫，令我一同进去。多谢姐姐。王魁见机，贵姬长子。是必须在今教应得中，万人想造贼，其实疼力。决心患难解决呀！得命王总送把银200两，以报延期2年安来。
莲子愿意归，谁将不应冤枉亏？心焦在放得路，真相君女若一在。瓦亏谁呀？我总是
你替我做主吧。黑人爷，我哭诉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离开我。莫非救你的人太多了？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了吗？潘官爷，潘官爷，潘官爷，请你向黑人爷为禀一声，夸夸办那王魁。你也不理我，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，不是你用小慧所谨慎的吗？小慧哥哥，小慧哥哥，小慧哥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名字吗？你也不理我。我明白了，遇见王魁逼不得已的，他中了状元，是天师门生，遇做了安仁祥的女婿。你们都不管打他，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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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娇贵，一无节，二无私，是个野花女子，给人家欺负的嘛我名字黑大爷，难道你母亲不上身？关于参见新人情，常为我的今日福音令你三母哭诉。莫比你关海上不关生死，岂不问生死风不现实本？欲王魁在身边挖下自虐，为心在呀去小米个西北。我不想你，我就是不想你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
到万苦人，曾经在宝儿的大马受欺压凌，才真是上天天福禄啊！北的家务们。本具王魁心无在身，黑人爷，你真的不给王魁与我在身，你不在我的堂子，归因此愿也无此可生的了。你叫我回到哪里去呢？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，我只有一条死路。对，就是我死了，也要给那王魁。命你随我，同我必经归纳王魁当在，竟有。
就是深秋了。自从得知娇贵在莱阳黑人庙内自缢身死。哎呀，下官虽在今有锦绣之中度日，总觉得精神恍惚啊！情缘已经深深地。当来战争只留你，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，望春望望地不息。司令下面是谁来了？你是谁？真是阴呐！哎，王奎啊，你的胆量也大气，就是鬼门，真应该把我接出门生去。地里真是平静了。听说这边惊人，我心小是啊非。在乡下是大哥为你的王魁，他在那三围楼上三方作对。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万里。哎呀，猜呀，今夜晚管教你到神殿佛财。神髓也负有你，这判官呀，他那个美定人扛不过台，我听要将台的命来塞。好。好凄惨呐，好像是焦桂英的声音。有情不见了，哎，也许是我今人恍惚所致。昔日有他，
不封门是开呀。是谁？是我啊！哎呀，掌柜呀！王郎，分明是人，真的是鬼呀！你不是焦桂英吗？真是为妻，闻听你在黑山庙有事业生死了啊！这是认错了，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王郎，请来看，我不是你的桂英吗？我一人修饰一副文银200两，你再来找王郎在中常院为吉祥郎君何须来了？是个官员，怪我的什么需呀？正在不唬你，王郎得中高魁，说了为妻，祝你成名之女。再三，我千里迢迢，也为的是与郎君送药方来了。药方？昔日郎君在明窟王的时节，深耕苦读，两手冻得冷冰冰的，后来成了大病。是我在黑神庙右边，请一位大夫看好的。大夫说，要是此病再发，可再服此药。我病从未再发，药方不用了。不用了，总算再发，也有我那夫人找了，不劳归期必须。原来是此。我去问你，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郎君来的，难道我就来不对吗？桂英，你咋这不委屈？我就要问你个貌似官情，时常相顾之才。哎呀，王郎，你何必如此呢？明年桂英当在一点不稳定的好处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。桂英，你这人此，要是被夫人知道，那完得了啊！记得我与郎君当日相爱，誓不再讲。如今王郎告状，为妻反遭受屈，实是为妻高儿的举脸难看。只求王郎用桂英在府上做一名奴婢，我一个郎君担大悲。对。
你死了这条心，速速与我出去吧。既然做奴婢也无此法问，既然你在今自己判你路途寂寞，写下情丝一缕，许千万在身旁吗？这是你的留法。哎呀，那就顺在你，若顺在我，夫人对你讲了，他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新闻。啊！若顺在是我弟弟的遗文，当在相送于你，想不到你不必多言，请你把您50两速速委屈了吧。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那么，请你往进50两，你是你们不去吧？啊！到了此时，你还要我叫桂英坠落风尘吗？你心何人啊？他要桂英啊！今生是我为了你，原来生于你这的死路，从家罢休。哼，我却不信。我代替名字，王奎，你那时也已经爱死了一个叫桂英，你还想再死一个叫桂英吗？王太太真是话令人发怒，在我打来是从的你已经爱死了叫桂英一个，你还想到来再去什么？正是桂英桂文上司。哎呀，桂英，你不要来想我，我面前请那名声高道，超度于你呀。我要你跟我回来养气吧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怨我不行。你是鬼呀！只要有情，不分成鬼呀。鬼，你再不去，我就要请那法师将你当着九月地狱。王奎，你在呀？我刚才死推你本身，是指望你与本地人心，我在找你也是。谁知你竟是丧尽天良！看见。